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16阿罗汉立功文啊，总共有16个阿罗汉，一般通常的16个阿罗汉，每一个阿罗汉呢都有一个拟展句。今天我们第14个啊，就是顶礼圣准，那迦西，居于须弥庐山侧，1200罗汉绕，手持锡杖及宝瓶。加持上师救主师，加持佛法变心身。那么讲，这个偈颂啊，那下面我们讲，这个顶礼圣准啊，就是那迦西，就是那迦西是在藏文当中叫做这个勒伊德啊，就是勒伊德，也就是叫龙部，就是这个龙王的龙，就是部队的部。那么他呢，就是住在这个须弥庐山。须弥庐山是一座这个山王，就是也是这个叫须弥，或者说是它叫白丁山。有些资料当中呢，就是说，这个翁阳山啊，就是翁阳好像阳山吧，就是说是这个王舍城的这个主山，就是王舍城那边的主山，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尊者呢，就是经常居住在这个山里，然后呢，就有1200个阿罗汉就是围绕着他，手里呢就是持着的是这个禅杖或者是锡杖，然后呢就是宝瓶，就是也可以叫这个金瓶吧，就是宝瓶啊，就是金瓶。那么禅杖呢，就是表示这个通过这个禅杖的这种声音啊，就是让这个从无名当中就是呼唤，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叫醒，就是有这样的。然后宝瓶的话呢，就是金瓶呢，就是它通过这个金瓶的这种甘露呢，就是让这个人们这个相续当中的各种烦恼痛苦，就是加以洗涤，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祈祷，就是这位这个尊者啊，就也就是叫做是那迦西这个尊者。那么他呢，就依靠这个祈祷他，就是祈祷他呢，就是加持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大德们，就是长久住世、常转法轮。那么世间当中的这个大乘、小乘、这个显宗、密宗的这些佛法呢，就是永远就是保留在这个世间当中啊，就是让众生呢，就是获得这个离苦得乐，就是这么一个这个想法。那么这个生平就是，也就是说，这位尊者的生平的话呢，就是他是印度，就是北印度啊，就是北印度那边呢是有一个叫做是色马的地方呢，就是他降生在一个王族这个之家。那么他就是当王子的时候呢，就是他看到就是社会的各种这个景象啊，尤其是他这个身边发生的，就比如说这个战争啊，就是人们的这种这个心态的痛苦啊，或者说是实践当中呢，就是搞这个各种的一些这个什么这个龙舞啊，就是等等，就是这样的事件说是以后呢，就心里面就是产生极大的这个厌离心。他觉得我当王位以后，就是要进行国政这个国家的大事的话，那也不过是仅此而已，也没有实在就是太大的这个意义。就后来的话呢，就是他就舍弃了这个王位，就是前往这个释迦牟尼佛那里，就是出家啊，就是这个舍弃一切这个事情，就是出家。然后就有些历史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一年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是55岁，这个就有这种这个说法。然后呢，就是他在哪里呢？就是精进这个修习学习这个三藏啊。后来呢，就是获得这个阿罗汉果位，就是获得这个圣者的果位。所以在佛教的这个教法当中的话呢，就是它叫做这个断这个尘缘，就是最上，就是也就是说世间的这个红尘，就是断除这个红尘啊，就看破红尘。当然，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弟子当中的话，有很多的这种看破红尘的佼佼者，但是呢，他是最主要的，就是他舍弃了这个王位啊。现在有个别人好像比如说这个学校里面。像那个清华北大，就是有个别的学者，就是出来讲以后，大家很惊讶的，就是其实这都是也没有什么，就是他们也不是什么这个中国的这个什么王子啊，就是或者说是像这个好多这个国家的有些其实这个我以前也讲过，就是有在这个佛教的历史上呢，就是确实是特别多的这个王子这个出家的历史是相当这个多的，所以说呢他当时在这个佛陀的教法下呢，就变成特别就是
优秀的。然后呢，就是他就是特意到这个33天，就是尤其是四大天王那里去给天界呢，就是传授这个佛法。他这也是为了就是报道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圣恩，就是因为在佛陀面前就是获得了这样真悟的话呢，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不管什么样的人，真正就是从佛法当中获得利益的时候呢，他愿意就是报道就是恩德，就是真正的这种就是利益，或者说是真正的这种开悟就真正的这种开悟真正的这个开悟呢，就是才是真正的这个快乐就是我问有些人，就是说是你这个是不是世界上的最快乐的人？说是绝对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没有证悟，就是那说明呢，就是证悟的时候是最快乐的人。其实这样的说法是应该是对的，就是说实在，就我原来看到，就是说是世界上是最快乐的一个人，就是藏传佛教的一个上师这个他写的，就是他这说明就是他的背后可能意思就是说是我已经这个开悟了，就是否则的话呢，我们世间人没有这个开悟的话呢，就是今天我很开心我有什么这个地位财富什么都有，但是呢，明天就是好像我就是心情就不好了，就是有钱不一定是快乐的，有地位不一定是快乐的，有家庭不一定是快乐的，因为这些这个快乐呢，就是临时的、暂时的，一瞬间就变成了就是另一种心态，所以说就是最稳定的、最保险的快乐呢，应该是这个真我就是应该是这个真我，就是在开悟的时候呢，它是这个永生的快乐。所以说这像获得阿罗汉果位的很多的圣者呢，他们就是为了报答佛恩的时候呢，就是要这个发菩提心、讲经说法，就是这就是唯一的这个报佛恩的一种这个方法。所以我们虽然就是还没有正式开悟，但是呢，从佛教当中就是真正得到利益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对这个传承上师们呢就是当然你就是什么供养这个财物或者说是用身体来去进行诚实这些也是这个上师欢喜的，就是部分行为。但是最主要的呢，如理如法的这个修行利益众生，就是这是应该说是无论是这个上师也好，道友他们就是发现就是不发现，凡是做这些事情的话呢，这就是真正这个报道圣恩的唯一的这种方便法就这个圣者呢，就是大概是这样的。